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6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台中结问题5月2日发生乱杀人事件，检方正为嫌犯身体正常，认为伊犯行重大，依照杀人未遂等罪嫌起诉，望法院判重刑。太平洋高压影响屏东连3天超过38度，高雄顶塔早起佫出现39度背高温，气象站表示明仔载有可能会佫较热。高雄2日透早，一个查甫人骑奥多摆载一支4米外水管佫放坏的，却害2位骑奥多民众互摔甲跋倒。讲到台中捷运伫5月1日发生嫌犯乱杀人的事件，这个嫌犯向检方表示要互全国的人看到伊，而且这天呢是台北捷运第一犯案的10周年，才会讲计划要来杀人。检方认为讲这嫌犯拢伫咧想空想胖，心智正常，认为伊犯行重大，依照杀人未遂等罪嫌甲起诉，希望法院就要甲伊判较重哩。顶个月1日，伫台中捷运发生歹徒摕刀啊共攻击的事件，造成2个人受伤。刚扑的这个姓杨的嫌犯，嘛互真侪身体做伙压制，导致伊继续伤人。检方经过真侪摆精神，是认定姓杨的嫌犯是遗无犯案，而且伊心智正常，认定犯行重大，照杀人未遂等真侪项罪嫌，甲伊提起公诉。被告是预谋犯案，而且对于整个犯罪的，不管是日期、地点、路线、工具或者是方式，都有进行缜密的计划。因此，检察官认定被告在行为的时候是属于心神并未丧失，心智尚属正常。而且在这一个侦讯的过程当中，检察官也发现他在问答的过程并没有异常。检方伫侦讯的过程发现姓杨的嫌犯本来是要伫20来犯案，但是考虑到伊是台北捷运第一个杀人案10周年，才延后1天来动手。伊嘛甲检方讲，想要让全国民众拢看到伊，才选伫台中捷运系统来犯案。伫这进前，伊阁将有计划性去买3支刀啊，规划去弹摩铁路和无语攻击的手法。检方认为讲，这对社会危害真大，决定向法院来求处重刑。他爸妈愿意求偿赔偿的话，我们来做公益，祝福他，希望他可以更好。怎么做，你怎么选择啊？会有相对应的责任啊，那就是要对这个负责。2个人拢表示尊重司法，民方抬着伤的酷刑是讲，姓杨的嫌犯应该替家己的行为来负责，嘛会尽量争取民事的求偿。细粒的高中生因爸爸是强调讲，只有原谅才会放下，家己嘛会较好过。因除了互相祝福，嘛希望讲这种代志莫阁发生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铁229车厝新竹江河进前发生败马意外，即马这监视器画面见光了。有台铁内部人员表讲，伫发生事故进前的19分钟，就翕到水泵线甲这铁基路拢砍起来，监控人员所拢无来通报这件代志。台铁表示讲，事故地点无泵线警示系统，敢若有雨水量的感测尔。目前检方也当咧侦办，看敢有人员造成的过失。溪水涨起来，清水溃水位淹过台铁6桥，这是台铁229处新竹江河发生汽车排练事故进前，现场监视影像。有台铁内部人员透讲，离下晡4点30分开始出现这款情况，前后超过19分钟，拢无人通报给列车长，最后造成列车弄到土石流，这支台铁有疏失。发生土石流到出了事故，总共足足有接近20分钟的时间，监控系统的观看人员，他是专职人员。那这20分钟到底人在哪里？这汽车排练事故是天灾也是人祸，立委要求交通部调查台铁过境系统，检查调整监控能力，也有相关的过境设备。也要对着各界质疑台铁回应，过去案发的所在唔捌有路桥记录，所以讲无设置这个路桥过境系统。告警系统它会如果有状况，它是会提供告警，那会跳出画面来的。在这次这个是辅助系统的监视系统。我们这个画面是辅助我们看水情，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大清水溪的水流状况。那我们的雨情系统，气象署有设置一个雨情系统，也没有达到预警值，所以说就按照现行的 SOP 是不需要去调阅。
虽然讲事发的所在无过境系统，不过来到代替花莲监务单监控室也有后警系统，因观察水位变化，因看到迄天的溪仔水拢已经甲铁记录淹过啊。代替就是讲，这项系统并不是固定长时间显示伫监控台，因为迄天的落雨量无达到有警单，所以讲无调看画面来监控。我们还是会依照台铁公司相关的作业程序，以了解该人员有没有应该尽到的这个确认以及监控的责任，然后并且厘清他是否因此疏失而造成相关的意外伤亡。代替有系统会用严密来监控，监视器也早就已经翕到啊。即摆就是无法度第一时间发挥功效，导致观察出问题，将检方也分案来侦办，调查是不是有人为的疏失，必要时会追究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小空气无度透，屏东市连续3天拢超过38度，今仔再出现这高温的红灯警示。那高雄的高雄灯塔早起也出现39度8的高温。气象站表示讲，若准明仔载气候条件相常，无排除这温度会急调的会变搁较热，也提醒民众得爱注意热伤害问题。大日头卡的西仔湾差不多无游客，伫路行的人也雨伞闪日。晚暝2点的时阵，高雄气温晚暝34度。西仔湾对看的高雄电下车站早起10点14分出现39度8的极端高温，甲气象署记录历史高温前3名，敢若差0.2至0.4度，接近40度。温度很多，好像温度很高的样子。高压笼罩，散热的效果不好。所以温度比较容易举升上来。西部地区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像我们高雄呢，今天的话，也有一些地方有出现38度的高温。气象站解释，高雄灯塔伫基顶石瓦地状况特别，无代表高雄整体温度。但部队嘉义市其他县市嘛，都高温警示灯干嘛熄灯。屏东因为连续3天高温超过38度，都红灯。也有民众看到市区的空电架甲市州路高速路口附近的飘线，因为高温的影响，大架车一个交轨就鼓起啊。看那个地面的痕迹，它就马上就软掉了，因为可能这几天可能太热了吧。连续高温，各地拢传出有民众热伤害送医。顶礼拜有一个40多岁劳工下班要为高雄转屏东疲劳的昏去，送医检查出怀温机溶解的现象。很热的地方或者太阳直照的地方工作了1-2个小时，觉得身体有一些燥热，那发现说汗水越来越少，还有口渴的现象，可能就要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气象站提醒，热气风热这个环境条件也同款，日一直真大，无排除会产生极温现象，致使温度更加悬。呼吁民众出外一定要防止晒伤，佮补充水分，防止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驻美代表朱大瑞和周刊表讲，上任了后乱开政府的钱，开800万，引起批评。朱大瑞也亲身强调，这拢指控拢是乱讲的，唔接受人家抹黑。也承认讲，伊有坐公务车去上宴会，希望国内相关单位着爱查清楚，甲代志还有小白拢公开，行伊一个清白。驻美代表吴大瑞阿某和周刊表出浪费公款。经过5指数属下，伊伫美国时间25下晡伫华府召开记者会，亲身来说明，强调绝对袂接受人家侮辱。不过伊也承认讲，确实有坐这个公务车伫市区上樱花。是用公务车去看樱花，对，就在市区，但是就载了一程。以您这么资深的职业外交官，这个是可以的吗？你没有坐过公务车，顺便帮你送回家，比如说吗？我没有坐过公务车。有。吴大瑞讲，买真贵咖啡机、面床甲碰椅这拢是不实的指控，也无半年开800万这代志。对着吴大瑞太太洪北出对主管人员发合作代志，伊也对此说明澄清。我们的同仁到职务宿舍，也许因为公务要做一些修缮，要做时候，我太太都会提供瓶装水给他们，甚至到中午时间，我们就自费买披萨，我买吃。我跟我太太从来没有对我们同仁这个什么斥喝，我绝对不接受对我个人跟对我太太这种人格上的这种污蔑。以款台宾客为理由，申请购买将军代表400万的车，也引发争议。吴大瑞解释讲，华府大部分国会议员、重要首长也是企业领袖，拢有一个较大型的休旅车，这是国家门面也有气度的问题。而且车使用年限甲里程也拢超过这年限的规定了。我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的代表的首长，
为什么不能跟这些人一样进出用这些车子呢？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继续跟国内去争取。有大类争议引发国民党立委批评，这场啉酒出代志也讲甲真有理。点名外交部长林佳龙爱认真来处理，民进党立委也讲应该爱紧紧查明这真相。如果确实有不当的使用这些的话，那该负起责任就要负起责任哈。那当然，不恰当的人选当然就必须做调整。驻美代表何等重要的位置，今天被媒体揭露，如此的不堪。外交部长他已经讲话了，我觉得萧美琴也应该出来讲话。民进党立委吴国昌是批评，发文向外交部要讨有大类上任了后，用公会所买物件清单，外交部回公文却是拍物件2字。有大类讲希望国内相关的单位用清清楚楚来调查，甲代志甲户头小白公布，幸好家己甲太太清白。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公布，今早起7点开始，有查到26架中国军机配合军舰，伫咧执行联合作战警巡，伫台海附近活动。这时间点正拄好是国防部长郭立雄和参谋总长梅家书做回去到立法院专案报告汉光演习的规划，也引起众人关注。这是让20多年又搁有参谋总长去到立法院备询。国防部公布，26早起7点，陆续查到26台强机配合强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伫台海周边活动。拄着国防部长郭立雄甲参谋总长梅家秋作为到立法院专案报告汉光演习规划，也引起关心。这是20多年来，搁再有参谋总长到立法院备询的第3人。总长的出席能够让社会大众甚至媒体朋友更了解我们国军，更支持国军。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应该做的。我们是应这一个召委的邀请，跟汉光整个这个统裁部是由参谋总长来负责。常态的情况之下，应该还是由部长我。今年5港4枚汉光40号演习有真侪项重大改变，以实兵实时实地3号要求，全面取消典型性的科目。透过连续的状况诱导，无剧本设定，可望成为历年来上届挖进实践的一届。梅家秋指出，这届汉光的训练目标主要是让联兵旅才会战术战级，实在本岛作战环境甲作战计划。这些的联兵旅单位依照我们所给予的想定，还有临机的状况，他要经过判断之后去行动，还是会有一个中心化的指挥，这个不变，但是会有去中心化的行动。ROE 接战规则就要很普遍的下放到很基层的单位，告诉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就可以采行行动，你就可以使用武器装备。梅家秋讲，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是这届汉光演习的关键，分做5部分，各级指挥官清楚任务，得到充分授权，清楚责任区加交战规则，以及有独立作战的能力，甚至会验证到每一个单兵的手头拢有接战规则，让基层部队会当独立作战。那是民众党立委吴国昌也讲，陆军南洋地区指挥部去予不法厂商违约，装中国制太阳能热变器。郭立雄是讲，有问题的热变器拢总44个是德国品牌伫中国制造，已经要求厂商伫1个月来改换，也请军备局全面清查。记者综合报道。中共公布挺伫台独的22条意见，总统热切地进行着讲，中国无权制裁台湾人民。今仔日搁再强调，台湾9成以上的民众拢可能会受到影响。中国各台办即马是解说讲，这执法敢若针对特定人士，一般台湾民众唔免烦恼。不过，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就讲，中国的22条意见是一种威胁，呼吁民众去中国有关爱注意。中共公布顶伫台独的22条意见，效应继续发酵。总统赖清德进行严肃回击，李大国则指出，台湾9成以上民众拢可能受到影响。美国国务院相关谴责中国对台言论，强调威胁甲法律界无都和平解决两方的分歧。We strongly condemn the escalatory and destabilizing language and actions from PRC officials. We continue to urge restraint. 总统府伫社群平台发文感谢美方的支持，也呼吁国际谴责中国甲国内发入武器化行为，因为根据台独22条，涉犯分裂国家罪，相当应判死刑。引来各界关切，中方是不是可能经由他国引导机制，甲被告移送到中国？凡是以身试法的台独顽固分子，不管其身在何处，国家执法司法机关都将一追到底，依法严惩。这一份司法文件不针对
不涉及广大的台湾同胞。中国各大办公执法机关的精准来处理，一般台湾民众无需要烦恼，欢迎积极参与两岸交流。不过，新竹立美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讲，中方22条意见就是一种威胁恐吓，呼吁民众到中国一定要小心，并且表达无欢喜看到最近媒体报道，敢有中国官方媒体参与台湾电视台政论节目的节目。在海基会的立场是我们鼓励交流，但我们希望是在符合交流的目的和精神之下来进行，那避免用交流名义去从事其他可能要危害到台湾民主自由体制这样的情势。偏海巡队23国在地花树海峡发现一只中国珊瑚渔船活盖掠鱼，并且夺走技术检查，海巡人员入到了后定准检查，甲700公斤的鱼仔迄入海中，甲人甲船斗阵压转来，依法裁罚，做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喊呱呱。这高雄26透早发生一桩车祸，有一个查甫人伊骑奥多拜，这奥多拜头前呢有载一支4米外的水管，佮放坏的，杀害2个骑奥多拜民众，互摔甲跋倒，加在这2个人伤势无严重。警方初步认定，这位民众骑奥多拜无照规定载物件，会依法改罚300到600块。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民众骑机车载一支摊坏的长水管，边仔2位骑机车的人小连续跋倒。迄当时车路有真侪车来来往往，实在真危险。对面便衣的护理人员拿物件出来救人。这是发生伫26透早林雅溪成功1路，害人跋倒的民众原来是用机车载一支有4-5米长的塑胶水管。警方是随对3个人主测，无人啉酒骑车。看到画面的民众表示讲，过去伊嘛捌因为安尼受伤。阿嬷伊种回收物吼，拢超出车的本身啊，后壁人看迄左闪右闪袂符相，毋知要相对啊，背后迄物件扫着就跋倒伊啊。这驾驶吼，伊即个载水管的即个行为吼，伊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即个规定。加在刹车的2位民众，敢若刮伤尔。针对这位骑机车民众头前载遮尔长的塑胶水管，伊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警方会开罚单。5金行的头家表示讲，若要载遮尔大型的水电材料，上好也是用货车来载，若无就爱甲水管切对半。一般啦，要遮尔长的水管，无可能用机车会当载啊，一定要用大台车把握好高度载。你若要用机车载，在加速我低高度载啊，安甲袂危险啊。警方表示讲，根据规定，若是机车头前要载物件，跨度袂当超过手环的10公分，长度袂当超过后轮的半公尺，若无会罚300到600块的罚款。记者钟义辉、屈兆勇高雄报道。讲到今早起11点外，伫台北网甲有一台发财仔车向对内线车道切出去到外口，煞去失去控制去弄到公车牌仔。伫咧公车牌仔遐呢，有2个阿伯伫等公车，弄一个骨折送病院。驾驶是讲是因为档仔出问题，为着要闪别台车，才会冲出去外口。公车到站停，乘客一个去伫车顶，敢若剩无几个民众继续等车。公车才走无几分钟，一台细台货车就忽然间冲出来，驶去伫人行道。遮尔恐怖的时阵，摇雨伞查某人被过无风弄着，毋过撑起来，警察紧急到场，甲人扛起恁两桥。原来有2个老先生嘛伫现场等公车，代志忽然间发生，因袂赴反应，随着风弄着，规身躯真侪所在骨折送病院。那时候有听到砰一声，那边就有一台货车撞到2个椅子，然后有撞到人这样，然后老人的那个伤势是蛮严重的，就有流血，直接有1/3的那个车都已经到了人行道上了，一个是被那个叫什么车头给压住那个椅子，然后把它压在里面。当来到案发的所在，伫台北市的网架暂摆轰动，甲登去现场有火。警方调查发现，48岁姓陈的驾驶，26早起11点外，驶伫万大路的内线，忽然间对正边偏，路尾规个失控，冲去伫人行道。经过酒测，伊并无驾酒驶车，肇事司机讲是档仔歹去造成的。因刹车失灵，为闪避前方车辆而向外侧行驶，撞上人行道上72岁的吴男及88岁的陈男2位行人。受伤的这2个过路人暂时无性命危险，因嘛拢还未提告过失伤害。另外，对详细案发的原因，拢要等警方进一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烧热，爱食海产、爱青食的民众爱特别注意哦。台中有一个细龄的查甫人，伊伫咧餐厅行蚵仔来食，食到煞佫吐佫流。朋友共款有即款的镜头，大家人烧连续去住院。医生判断，真有可能是食到海产内面的肠炎弧菌所引起的食物中毒。台中市食安处也已经派人去餐厅稽查，也有甲这检体送去检验。画面当中会当看到一个查甫人入去到急诊室，行路过会频，看起来是真艰苦，随着倒伫咧病床接受治疗。伊表示家己有并发甲一直装便所的状况，才想着顶礼拜甲朋友做伙去一间餐厅食饭，了后就出现镜头。有可能是吃到像肠炎弧菌啊之类的细菌感染的海鲜食物，严重的症状会持续这个4、5天到10天都有可能。它的症状的表现，主要是以上吐下泻、肚子痛来表现。这位姓林的查甫人18住院了后，第19又有2位甲伊做伙去食饭的朋友，嘛出现相同的镜头来病院。另外，甲因共一天去共一间餐厅食饭，坐无共桌的3个亲情，嘛是出现并发装便所等等的状况。虽然2道食无共的菜，不过共款拢有食家己烘的蚵仔，前后拢总有6个人去住院。烤鲜科一般就是会怕加热不完整，加热不完整，其实它的肠炎弧菌跟这个沙门氏菌都会潜伏在肚子里面，它就会持续在那边作用。学者表示，最近天气烧热，海产着较高的3型霾菌，其中肠炎弧菌是上接看到的。这个霾菌多数拢袂冻烧，所以大部分民众是食到无青，也是煮无熟的海产才会排腹肚。建议民众都爱尽量避免食到青的海产。若是海产无冰，嘛莫超过10分钟至15分钟，才会当确保食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以哈冲突已经要到9个月时间咯。以色列也欠兵啊，而且今年2月宣布做兵要延长到36个月。民众也拢批评讲，这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徒是利用宗教伫咧煽做兵。以色列最高法院就裁定，极端正统犹太教的男性也爱入伍，而且政府也就爱停止赞助宗教学。以色列最高法院2月裁定，极端正统犹太教男性也必须做兵，引发教徒的反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联合政府内底主要合作伙伴，也就是具有极端正统犹太教背景的联合托拉犹太教党就警告，若现行兵役制度有任何改变，就要来退出联合政府。安尼做可能造成政府倒台，国会要重新选举，一定威胁到总理纳坦雅胡的执政权。It doesn't add anything to the defense issue at this time. The High Court shouldn't have interfered at all in this issue. 根据以色列兵役法，218岁成年男性甲女性拢必须爱做兵，只有少数族群也是特殊的宗教信仰者会使免做兵，其中就包含极端正统犹太教男性，因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3%，估计会使贡献7万名兵力。伫即阵以哈冲突延长，兵力无够情况下，真侪以色列民众不满这种特殊的态度。这摆法院裁决就下令国家停止资助犹太学院，防止这极端正统犹太教男性就由伫宗教学校读册为理由，闪避兵役，唔免去做兵。They must go to the army and do what all the other kids in their ages are doing. 对极端正统犹太教犹太是以色列50年来政治紧张的原因之一。经过不伫2018年，和纳坦雅胡的前一个联合政府倒台，政治僵局已经这侪年啊。因来早伫去年10月，以哈冲突爆发之前，民间就继续大规模示威，反对政府为着扩权而发动的司法改革。像以哈冲突加重，那重新大选会不利支持度增加纳坦雅胡，以色列政局会掀起新一波无稳定的局面。公视新闻杨干编译。亲爱的社会反对政府要甲因加扣税，到今已经抗议1礼拜了。6月2号，民众要冲入去国会，说互警方开枪，尚无有5个人吊枪死亡，几多10人是吊伤。那示威的民众是话总统就爱落台，不过因的总统说讲，政府是去互危险人士威胁。示威的民众伫首都内罗毕国会大楼头前想要冲入去，甲警方发生激烈的冲突。
有人不幸着枪死亡，嘛有几10个人受伤。警方发射的催泪弹伫涂骹冲了真紧，而且随着看到街仔路有人倒咧涂骹爬袂起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伊共爸告母的小妹嘛是示威者之一，嘛受到催泪弹的攻击。有部分的抗议人士成功走入去国会。迄当阵国会议员当咧审议受到争议的加税法案，法案一通过，原地封锁的国会，甲总统府外口的街区互突破，议员向光为地下道离开。也拿到反对票的议员，示威者是放因走。其他的城市嘛有几个抗议行动。总统路途的故乡西部城市艾多瑞特的百姓嘛要甲放出去。路途讲，即马国家安全的问题是伊第一个考虑。Kenya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on its democracy, rule of law, and the integrity of its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Was infiltrated and hijacked by a group of organized criminals. 庆亚经过新冠疫情、罗西亚乌克兰战争，连续2年可花甲钱变薄，百姓伫经济冲击之下，生活是真艰苦。路途为了解决财政赤字，提出大规模征税计划，拍甲石油要扣征达税，安尼国库会当增加27亿美金的税收。不过，这嘛互 Z 世代为主的少年人是真不满。就算政府有让步，答应要取消胖、加油、汽车所有权甲金融交易等等扣的税，不过这对示威者来讲也是无够。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国会这款修法法案今日的生效，总统府行政院监察院、民进党团拢声称实现。民进党团早起就去到司法院声称实现，含暂时处分，而且有提出7大理由。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批评，这赖总统就亲像相拍架同款。国会通过这款法案，总统赖清德签署公告了后，2日正式有效。除了总统府甲监察院已经表态的申请实现，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早起原来召开记者会，正式申请实现，搁前往司法院递上实现申请书。宪法已经失血了，宪法进入 ICU 加护病房，宪法即将装上了 ECMO， 我们要抢救宪法，所有的违宪乱政，所有的作为。因为已经侵犯到行政权，侵犯到司法权，侵犯到监察权。关键员工包括民进党团、行政院、总统府甲监察院做伙申请实现，是历史头一届，也希望是历史上最后一届。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伫中执会后转达，总统赖清德表示，对扩宽法案申请大法官解释，是伫宪政体制内解决宪政争议。在宪政体制内解决宪政争议。并不如在野党指称的是毁宪乱政或是反民主。我们反对国会扩权，不是反对国会改革。实宪案拿列空中对呛，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呼吁，执政党应该尊重复议案的投票结果，也表示会加强宣讲，让民众了解国民党改革的目标。总统本身就像一个斗鸡一样，要斗对岸，要斗立法院。要斗在野党，什么时候才能够让大家能够安定，让大家社会能够和谐？行政院他提出司法救济，这个是与法不合，而且是违宪的。提出复议案被立法院否决之后，就应该要立即来实施，立即来遵守。这是大法官事先讲得非常清楚的。总统赖清德甲监察院已经陆续表态，要申请实现甲暂时处分。但是行政院什么时阵提出？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钦早起出席活动了后，敢若简单表示，27个行政院会会处理。但是是不是认为相关的修法真歹进行，所以一定要提暂时处分？林明钦是讲，暂时处分是大法官的代志，我都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台农部今仔召开上届工资审议的一个咨询会议，外界上界关心的就是讲，敢会把这基本工资国再调悬咧？上总理事长柯树波就建议，其基本工资对制造业是影响较大的，认为讲调这基本工资对外籍移工较有利，也认为讲这算点钟的若阵有起工钱，民众应该较有感受到。真认真甲倒啊7星期，捌做过清洁人员的林先生，长期领这个基本工资。伫即阵，什么物件拢起的时代，伊坦白讲，生活压力真正大。
好像薪资真的没有涨到太多，那真的 cover 不过去整个通膨的大趋势这样。他们也会担心会造成反面的效应，比如说因为调高基本工资，结果导致物价上涨，让他们的生活成本垫高。北市生活压力大，劳团一直努力来推动上加工资法，今年将实施。劳动部立了调解3关学界召开上加工资审议会加咨询会联席会议，由新任部长何佩珊担任调集人，邀请包含3关学界这专家学者对当前的经济状况进行交流。会中对 CPI 这指标有主要讨论。CPI 或者是通膨的部分都还要再做讨论。那所以今天我觉得算是会议中提出来的数据，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个意见。希望他能够多了解一些民意，然后多了解一些大家的想法，然后切入重点。与会劳团代表希望部长何佩珊贴实讲大劳工想要调新的民意，施政才好多切入重点。代表资方的商总是认为，若是要调悬上加工资，不如来解决这个欠工的问题。劳动部要更关心的现在缺工的问题。事实上，你调高的薪资很多都是外劳享用，本劳已经很多都几乎不用所谓的最低基本工资。对着各方意见，劳动部强调，上加工资受到保障劳工的经济生活，希望会使往调升的方向前进。一切等待第3季会议由全体委员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审查引进印度劳工的合作备忘录，这劳动部长何佩珊强调，会采用直接聘请中人引进2种模式。初期以制作业为主，先小规模试办，引进人数伫咧1000人左右。下步初审通过，会直接提报议会讨论，唔免经过党团协商。劳动部爱伫咧3个月内提出直接聘请的报告，包含敢有设专职机构含聘请的比例等等。台印双方4月初已经签署劳工合作备忘录 MOU， 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日来审查备忘录内容。立委关心引进模式，也加扩大直接聘雇是不是建立，但伊通啊靠处理啊。如果采政府对政府基础机的直聘，我方雇主人力需求如何提供？印度方它本身没有直聘的制度啦。我要跟您报告，这个直聘跟我们现在传统的国内直聘这是不一样的哦。好，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立委伫问劳动部要开放的产业有倒一寡初期引进的人数，何佩珊讲，初期引进的人数伫1000人左右。立委阁问民众对引进印度移工有疑虑，劳动部安怎解释？外媒报道就是印度每15分钟就有一个性侵。这个是很可怕的。还有英语能力，好，比如他一定程度的技术能力，包括他有良民证，好，等等这方面的检查，一定都必备的。进来之后，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规范跟讲习，然后必须要让他了解台湾的法治是什么样。除了规划引进印度移工因应欠工，政府嘛积极扩大劳用计划生。劳动部研究就业放年政策，想讲中介技术人才开放复合数以上计划生做理属业。除理数业之外呢，我们还有没有考虑其他开放其他的行业？有没有？其实乔外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外国人才，比如运输、医院里面的护佐，对，然后运输类的这种客运司机。劳动部讲，亲像取消计划生评点制的配额人数限制，也是开放计划生申请个人工作许可，连接移民制度申请永久居留，这拢是可行的放领措施。20年底前提出法案，送立法院立法，以利长久劳人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冠疫情含流感等的流行，疾管署6月25公布，高雄有一个8岁查甫囡仔感染到 A 型流感，干那发病4天就不幸过往。经过调查，才发现讲这囡仔拢无注流感疫苗。卫生局也要呼吁讲，目前新冠疫情甲流感要进入高峰期，建议这免疫力较歹的时代甲囡仔，就要赶紧去注疫苗。囡仔排队等待医护人员替因注疫苗，流感疫情继续拖。25疾管署公布高雄有一位8岁查甫囡仔，14因为发烧去看医生，确定得到 A 型的流感。落尾查甫囡仔干那发病4天，17就不幸死亡，而且身躯边拢无人有相关的病症。卫生局调查才知影，这位查甫囡仔无注流感的疫苗。为8岁的男童，那他是在6月14日出现发烧、头晕的症状。
那经医师验快筛为阳性，那诊断流感，不幸在6月17日过世。那此个案经中央疾病管制署研判为流感重症的确诊病例。今年热天唔拿流感，连新冠疫情阁开始拖。根据疾管所预告，7月新冠甲流感会进入高峰期。医生表示讲，最近就一位囡仔，同时间是得到 A 型甲 B 型的流感，这波疫情会继续拖。囡仔因为抵抗力是较歹，可能会引起并发症，致死率会较悬。我们前一天还验出一个 AB 流感同时感染的一个小朋友，5岁的小朋友，他发烧39度，也非常的难受。或很多65岁以上的那个老年人，他们可能有慢性病，这对他们会有重症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自己的卫生做好开始，然后打预防针是一个预防的效果。根据疾管所统计，今年全台流感并发症的病例有858例，有164位死亡。高雄市有75例，其中65岁以上的时代有70%拢无注流感的疫苗。卫生局嘛呼吁民众，若是高危险族群的民众，要量早注射。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新冠疫情又搁再增加817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增加193例。那死亡个案有40例，其中有9成拢是65岁以上时代。因为最近这病人增加，有风声讲要重新启动感染控制。台大病院即马是回回讲，是甲各单位的隔离病床由感控来统一管理，解决急诊的病床需求尔。疾管署也讲，目前无成立规划，也会继续来监控疫情。大庭患者客入病院，为健保快易通顶管当看到台大病院日急诊室的号床有78个。根据疾管署的监测，新冠疫情正式进入第6波流行。顶礼拜增加817例本土案例，比前一礼拜加出193例，死亡40例，甚至有9成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应最近病人增加，台大病院甲各单位的隔离床都互监控统一调配。这个行之多年了，没有特别啦，这个已经做很久了。在医疗区还是都麻烦大家戴口罩。不会，还好，我们目前还是由各个医疗院所。但医管讲，目前也无看到大规模 COVID-19 的病人出现，爱外界免想伤济。毋过，若是较染性的人去感染到，引起同情的人数增加。国内抗病毒的药物莫纳皮拉韦嘛面临欠缺。有长照机构的业者就讲，除了欠药啊，进前政府核发的公费快筛试剂，早伫1个月前就过期啊。若是有长辈确诊，根本无法度快筛，而且疫情期间走有的时辰看医，也伫疫情完好了后就关起来。所以机构老人若感染，而且动静倒床，根本无法度出外，恐惊病情会变严重。真的有些长辈不方便出门，然后加上他已经是确诊的长辈了，他可以出门吗？目前机构反映给我的回馈是，一般的医疗院所根本也开不出这样的药。那我查了资料，好像全台湾也只有8000多份而已，是管控在医疗端的啊，所以。可能我们要很重症，然后反复的状况进到医院收住院了，他才能用。疾管署表示，中央目前无调整防疫战级的规划，暗过会持续监测。但是已经采买的抗病毒药物莫纳皮拉韦，会伫7月7号开始分散去各医疗院所。记者综合报道。巴黎奥运头一届有霹雳舞这个项目，台湾的霹雳舞国家选手孙静伫个自己系列赛当中呢，总排名第10名，摕到奥运的参赛资格。孙静下晡就表示，完成一个长期的目标，伊是真欢喜。所落来呢，会去到国训中心啦、训练啦、疗伤，再去澳洲训练提早适应。对布达佩斯坐长途飞行机返来台湾，孙静看起来并无忝的型，伊对家己会当变做奥运霹雳舞第一个摕到资格的台湾选手，都是真欢喜。其实一直以来都还是会有点质疑，说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啊？因为毕竟 battle 嘛，就是音乐会出什么，然后对手的状态其实都太难讲。那所以其实这次真的很幸运可以拿到这张奥运门票，就也开心。创造历史嘛，然后希望到巴黎一样，圈内人还有所有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观众都能支持他。我相信他会表现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对小区的内定跳到奥运，孙静是好好完成家己长期设的目标。过程有偌辛苦，伊家己和教练苏志平上清楚。5月上海站，伊有伤嘛是去比赛，练习的突发状况，互伊准是讲击败海啊。一个啪，然后就哇，然后我当下是大叫，我那个大叫是因为很痛，然后很痛以外，我是很生气，就是觉得哇，怎么会给我这么难的剧本？这个
这太困难了吧？但还好，就是我们马上就想办法处理。孙正讲倒较近大的伤势，目前嘛是阁真酸，角度袂当伤大，会先转来台湾训练，哪治疗哪训练。另外，伫布达佩斯，互共组的3个选手一直甲电，嘛互伊知影爱针对家己的问题去改善和提升。这次出现了很多经典歌，那经典歌很多都有 vocal。然后跟我同组的 Jeffro， 他就是美国选手，他可以完全把歌词跳出来，就是要很客观的去看，才会知道说自己要怎么针对接下来做训练。虽然去过巴黎真侪摆，但是孙正讲一定会和伊较早对巴黎的想法真无同，家己是真期待。另外，比奥运资格赛的时阵压力是真大，即嘛比奥运心态会较轻松。伊讲都是去跳就对啊，感受历史和舞台。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巴黎奥运除了运动比赛，主办国法国也要举办文化奥运。在咧奥运前后，总共有要到2500项的展演计划，台湾也有受到邀请，有22组艺文团体会去到法国表演。其他的副总统萧美琴也来甲艺文团体鼓励，特别强调文化使国家伟大，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多元价值。3人关的贴图还是创造焦点，这个表演团体表演马戏的一部分，展现出女性的力量甲美感。因今年也是要代表台湾去参加法国文化奥运的表演团体之一。这届的巴黎奥运除了运动，嘛特别强调文化。台湾计共会有22组艺文团体要去到巴黎进行60场演出。拜三副总统萧美琴也来为这艺文代表受大项定数鼓励。以往台湾在奥运的参与，大家比较关注是在运动赛事的耕耘和冲刺。那这一次，我们很高兴能见证更多的美丽，更多的艺术。我一直相信，经济让国家强大，而文化让国家伟大。巴黎奥运自7月26开幕，台湾的艺文团体自7月27开始连续10大天，会伫南威的园区内底的台湾馆进行表演。今年咱国以自由之声、倒数风华、当代新艺和世界共融4大主题，包括秀琴歌剧团、阮剧团、原住民歌手阿宝，也有变装红袖尼菲亚等等，拢会有表演。看到这次的团体都是在台湾各个不同艺术团体的精英，然后包括舞蹈、包括戏剧、包括等等音乐，然后我们只有从这样的表达去区隔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不同。我们也很期待看到台湾文化在巴黎。很多法国人对台湾文化有兴趣。台湾加油！谢谢。文化部表示，这届的文化表演，若是要甲咱的台湾选手学演，嘛望甲世界分享台湾伫咧民主自由、性别甲无语等等多元价值的实践。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报道。台湾原创红仔册结合的制作团队推出台语工作坊的推广活动，26去到中华的大德国小教学生囡仔安怎替这红仔册用台语配音，佮用各种的声情来表达，学生也拢讲真趣味。拍一个，搁来一个，搁一个。拍一个，搁来一个。我来，就是爱安尼。这是台湾原创红仔册集合的制作团队推出的台语工作坊的推广活动，除了用台语分享做红仔册美角，佮有指导老师教学生囡仔安怎配音，才会当把情绪、感情表达出来。就由声情的训练，互大家也佮有学生啊知影讲，哦，咱讲话可能就是要一寡情绪，安尼可能较会生动。配音华语甲上去的情绪拢无共，台语配音我感觉足趣味的。陈丁坡文化基金会制作的集合红仔册，是咧讲台湾这块土地的万项台，包括地理、人文、历史这主题。基金会也甲红仔册内容配台语，今年开始和独立册店、学校合作举办台语的推广讲座。用漫画当做一个媒介，吼，互囡仔开始有感觉趣味，袂感觉讲就是我爱背物件、爱读册。能够在学校里面推广，有助于把我们这个本土的文化往下深耕。目前台语工作坊已经举办4场，未来也会继续伫台湾各地头推广。陈丁坡文化基金会表示，希望用集合这部红仔册动画做台语的教材，让大众用轻松趣味的方式讲台湾话，认捌台湾台。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
韩国舞蹈剧场新编一出长角20年，这戏出内面唔但有新颖特别灯，甚至把这落地扫的表演形式搬上舞台。这回也有和现代舞蹈合作，要让大家看到传统艺阵无同款的面貌。 表演者穿特殊的服装，兼结合七组戏的元素，来呈现特别灯戏剧心内藏满的精彩片段。台南在地韩国舞蹈剧团，这回甲全台唯一以12生肖做装扮的新颖特别灯，参现代舞者做结合，编一出长角20年的戏出，来讲一段花的囡仔返来家乡找找文化过程，也要让人看到传统艺阵无同的变化。 传统的嘛是戏曲，妻子戏嘛是戏曲，有一寡物件会相共，但是妻子这个物件会搁较济。咱特别邀请国宝级艺师林吴树霞老师来做咱的这届的艺术顾问，观众会当看到传统更加精致的传统的物件，同时伫同一个时间伫舞台顶来呈现。这个突破性的做法，除了以前特别灯以南管音乐做背景，结合礼行动作，也参台人应用科技大学音乐系各角组合作演出。另外舞台嘛打造成古早时落地扫的表演形态，佮有布袋戏翁仔旧时的共时阵当代演出。 搭这个舞台落地扫，这个模型呢吼，这个台啊，伫这个戏台顶来做演出，然后呢，从较早过去吼，咱咧讲妻子戏、做囡仔戏，以及甲咱这个吊尾吼，传统的这个心内怎么演出的模型呢，两个结合起来，互你舞台顶会当更加宽阔甲灵活。为一场演出，29要伫新营文化中心登场，剧场技术总监讲，艺阵参艺术拢有多元的表演面向，希望未来会当愈来愈侪人愿意接触，也通看到背后的内涵。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 为了要找找这南岛基座海上搬耍的分裂，也要验证祖先捌用竹排啊渡海。这台东县南岛社区大学的发展协会打造阿美族传统的竹排啊烹船，打算要往回绿岛。去年因为天气不好来失败，今年有顺利完成。不过也讲这过程有一寡无顺利，会搁再做调整。等待透南风的时阵，会搁再试一摆。 尽管对台东的大埔出发，先用北船的方式出海，到外海2海里了后，就开始起航。希望这只阿美族传统的竹篷船，在风力和洋流的带动之下，会当顺利到绿岛。目前已经是在绿岛跟台湾这个中间的海域的深水区，现在风跟浪相对的大一点。 这只阿美族传统的竹篷船，多利沙拉亚赛河，伊的篷是用破长的来去做的。规只船拢是伫基佬的指导之下，用传统的工法去做，要挑战下过乌雕，对台湾本岛航行过去绿岛才阁转来，用这来找南岛彝族海上潜水的脚步，嘛当验证咱的先人捌做这竹篷船来航海潜水，即伊成功对台东的大武渔港去到绿岛，过灯港嘛顺利对绿岛倒转来，转往我们西边往。 台湾本岛这个方向转得不够快，所以在快要离开黑潮的地方，因为黑潮到我们这个成功这一带转往东边，我们就被带走了。好，那就只好又用拖到成功港。这摆航程中嘛是阁需要盖护船来倒拖，团队打算来小可调整篷船的构造了后，今年热天吹南风的时阵，阁一摆来挑战，希望后一摆航程完全靠风力、海流和人力爬船就会当到。记者综合报道。 荒野保护协会去年8月到年底这段期间呢，去到高雄后叶溪检查，除了有工业污染以外呢，内面阁有2000多地本数，有8成拢是塑胶杯啊、饮料杯啊，也阁有一个塑胶落啊。市政府表示讲会重点巡视，好好啊检讨改善。20名调查志工团队来到后叶溪，慢慢溪本数嘛加上空气机，确认着河川废弃物热点的所在地。 荒野保护协会定期进行河川废弃物的调查。去年第一届检视后叶溪，发现点宝溪还有后叶溪，除了工业污水，河川中粪扫总量大约2839地，大部分拢是一届性的塑胶制品。大部分的废弃物还是累积在出海口居多，那以及河川的部分就会累积在就是路桥经过的地方，被民众恶意弃置一包一包的家庭用垃圾。
这个调查为2023年8月到年底完成后崖溪、西洋溪、点宝溪、荷花段，还有出海口拢总103.5公里的调查，嘛发现后崖溪川柜甲真侪河川拢同款，拢是人为所弹的塑胶管啊、饮料杯，占着河川段的粪扫将近8成。这都是从上游飘下来的，其实这里应该是没有人会丢垃圾。 有人丢对啊，就是上游啊，上游不知道谁。有知道热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有效率的去做清理，水位比较低的时候，那可能它的一个热累积量会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拉一些拦污索，阻止它的一个垃圾的往下游去汇集啦吼。上午等于后崖溪下游，也是当看到水面上飘着一寡粪扫。 市府回应这个调查，等于是对着点宝溪、后崖溪进行健康检查，检测出来的热点会加强着巡检的频率，未来嘛会针对着排水设施进行着清理的工作。记者王刘婷、陈hen坤个人报道。 来看非洲国家南苏丹600万只羚羊长咧山围灭去北部和东部湿地，这是全世界上大规模的搬徙。所以因为战争的关系，这款动物景观根本就真少人知，而且民众生活困苦，为着趁钱，拢会走去拍人换钱，这情形是愈来愈严重。 青色的草原顶，算袂清楚有偌侪羊仔是大步咧走，对南苏丹的大草原往北部和东部的湿地去牵线，看起来是有够侪只，内面搁含少数麒麟鹿这的动物，场面看起来是真震撼。当局和非营利组织来合作，伫巴丁吉鹿和普马两个国家公园，用空翕来分析6万张的相片，记录100多只挂追踪暗管裤仔的动物，进行2礼拜的全面调查。25发表的报告显示讲，这个所在正在进行全球上 大规模的陆地饲养动物的大迁徙。 We estimate about 6 million in total, consisting of over 4 million white-eared cob, a large number of tiang, mangala gazelle, and bohor reedbuck. 因为南苏丹是当年在战乱，外界无缘欣赏到这种盛大的状况。当局甲2个国家公园的路关起来，停止军事训练，拍拼保护这场生态盛事。但是因为连续做大水、重创农业这经济因素，非法拍猎的威胁嘛是愈来愈严重。今年3月到5月之间，嘛是有3万只动物被抬死。 Kecil bayarnya nang pide ni pir, upiran aja mana. 调查显示，南苏丹的战乱对野生动物是造成生存的威胁，但是羚羊、猴、鸟这类动物数量是颠倒在增加，可能是因为有定期在迁徙去闪过人河。另外，河马和象这种非迁徙的物种，多量是出现灾难性衰退。南苏丹有6个国家公园和10几个野生动物的保护区，户口面积是超过13%，动物大迁徙的规模是赢过坦桑尼亚和肯亚真侪。当局是持续教育民众爱惜生态，保护未来 观光财，不过因为欠缺土地管理计划，保育经费嘛无够，未来拢可能会是问题。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气象咱就回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6度。 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 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